澳區第11屆全國人大代表選舉今日開始接受提名，行政會成員梁維德、建築商吳利芬同埋商人江美芬先後到選舉辦公室領取參選人登記表。佢哋都表示參選嘅目的係希望能夠為澳門服務。行政會成員梁維德下晝到選舉辦公室領取參選人登記表。佢話目前正係爭取提名，亦都唔肯透露已經攞咗幾多個提名。佢話日前已經向各選舉會議嘅成員派發政綱，希望當選為澳門人出一分力。最緊要3個真字，就係講真話、用真心、動真情。我覺得只要做到呢3個字嘅時候呢，不斷喺自己嗰個嘅能力上不斷學習、不斷提升嘅情形之下，我相信呢，我哋係更好履行呢個人大嘅職責。商人江美芬今次亦都有再參選，佢話已經攞咗10個提名，但係都會繼續努力，希望得到更多嘅支持。希望呢係能夠可以有呢個機會，令到我喺唔同個位置啦，喺唔同嗰個角度裏邊嚟講呢，係更好咁樣去為澳門嘅市民同埋為國家嘅事務呢係去參與過。建築商兼前任廣東省政協委員吳利芬朝早亦都到選舉工作辦公室領取參選人登記表。佢話喺澳門生活咗幾十年，一向熱衷於政治工作。今次參選主要希望為澳門同埋國家建設出一分力，希望能夠將我哋澳門嘅要表達嘅意見，澳門要建設嘅嘢，特別同埋國內嘅嘢，如果能夠選到嘅話，都能夠向中央反映我哋澳門需要建設嘅嘢，需要要求嘅嘢，特別而家係我哋祖國國家領導人都提倡緊，整個中國包括澳門都係需要和諧社會，以人為本嘅。佢話已經攞到10幾份選舉會議成員嘅提名，雖然對今次當選嘅信心唔大，不過既然具有條件為澳門服務，就應該多作嘗試。由今個月7號起至到18號，一年12日提名期內，參選人可以領取同埋填寫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第11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參選人登記表，連同10名以上選舉會議成員分別提名信，喺提名期截止前親自交到設於長期街23